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4A奇豐物業顧問行嘅 Terry。今日睇下後邊一個超靚嘅泳池景觀。咁我哋今日喺邊個屋苑咧？冇錯，就係天宇海啦。今日又睇天宇海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天宇海咧98頭嘅3房咧，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冇晒咁滯，一係就連租約，一係就交吉，基本上冇樓睇。咁而家新翻咗呢間有樓睇，有鎖匙。咁我哋即刻直擊睇下呢個單位啱啱大家嘅口味。而家我哋即刻去望望先。好啦，入到嚟啦。咁呢個就一個大廳，房間都係四四正正啦。一個大房，一個套廁，咁我哋望埋先。廚房嘅位置有個工作平台喺度，明火，做呢個客廁。我翻下廳先。睇完呢個單位覺得點咧？如果想約翻睇樓嘅話，歡迎打翻俾我，我係 TV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買樓怕縱火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。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，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防假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